1915年，日本时代，日本人发现到台中山区山拿资源丰富，故所积极发展倒数位的事业。倒数位工人设立一片山拿地带，用贵人生的力量，一步一步由树头位运去山脚下。一条倒数头位工人地带有千多是沿嘅客家先民，基本要爱讲嘅就係幾條嘅故事，還有一條撈幾條息息相關嘅古土。不過呢，在收嘅古土以前，先去董事請一啲山歌，家爸唔單止實地臨床工作過，記得一家三代還靠明日台嘅山拿地帶土生活，對呢片當熟絡。哦，观众朋友有看到吗？奖啊，奖的拍手。哦，啊，你阿冇，拍谁？他是你的，拍谁啊？冇注意到啦。嘿，三哥，唐公啊，吼，你看按奖的山凹底度啊，吼，你是带着两位，系吗？我是往北我太见过了，嘿，自头了我是这个山啊，是跟客家人嘛，客家人是耕种方面是。客家种样是有山两次中啊往北我祖先留落来。哦，祖先老条摆的祖先之类的，来到两位。迄阿公行的阿太之类的哦。哎呀，哇，哎呦，妈有50年以上哦，唔记得啦。哇，係啊，很久哦。哎呀，我都60歲咧。哦，平常時啊，吼，這山地度啊，哎呦打獵啊，吼，清休山看唔出來，是誰？看唔出來。看唔出來。哎，啊，那個山凹底度啊，吼，還有乜嘅東西啊？你要真簡單唔看吼，你要說那玉梨。哦。哇，哎，你有梨啊？我講你要差唔時間嚇，都出梨，你乜係梨啦、桃啦，啱是個梅粒說的，還是竹筍。筍啊！啊，你個山凹底度很多東西啊，兩下你看，你講到兩味有梨嘅玉梨，你嚟看。三哥講，後擺多數嘅先民喺臨床結束過後，因為董事嘅體型、氣候當適合，大部分轉型做耕種人，種果子、撈種菜。董事就咁樣慢慢發展到水果之鄉。一片嘅梨葉嘅主人呢，就係三哥嘅叔伯阿哥，其中嘅梨葉口味非常嘅獨特，而主文能食得到哦。觀眾朋友，你下吼，只係從古到到今主持人養有嘅福利啊！你看呢梨誒，真跟路過嘅清好食，酸酸又甜甜，還有一點點脆脆，又含有個軟軟嘅口感，真跟清好食。還有你看哦。呢梨嘅啊，吼，唔係普通嘅梨嘅哦，你啊吼，做得係講嘅係全台灣哦，只有2位有嘅梨嘅啊，你按好似嘅梨嘅呢，馬沙種嘅呢，即係我哋三哥嘅泰哥，你好，唐公啊吼，你呢梨嘅啊吼，老朋友嘅毛腔用啊，你也是台灣我爸吼留落來吼，我食到按好食咯。個繼續是後個風啊，哈，再個加接落去，是安尼啦。哦，太公，你講的意思就是你自家枝接自己的枝啊，哈。哎，對。古說啊，哈，哎呦，講起來，只係全台灣獨一無二呀。啊，冇騙人有誒。啱啱冇辦清楚啦。係啊，其實啱啱冇辦清楚，啱啱咁講食香啊，哈，都清好食。清好食。哎嗱，清好食啊，就加減吼，接加台灣的和本地的和海外。要享受啦，享受。係啊，你看，安尼酸酸甜甜嘛，酸酸甜甜嘅享受。又是來，又是。太哥，你看哦，俩係新鮮嘅梨嘅啊，吼，你看俩枝樹枝當高，有紅色嘅，還有個橙色嘅，還有個一般嘅，要青不紅嘅。俩用板有按毛腔用啊，同啲係梨嘅呢。俩又做又慢，又做法又慢法。呢種啲好處是安尼吼，食酸嘅人講唔酸啦，唔愛食酸嘅人是講一點點酸啦，好處拿來是隨便就當好食的，很脆啊，很脆啊，真脆，非常嘅脆啊，
骨素啊，吼，你哈全部捆到的做得炸下来。是的，详细嘛做得炸，详细的还蛮辣熟，还蛮辣熟。嘿，那俩炸做得炸嘛？做得，你看俩，你看观众朋友，你看俩，还有一点点强的毛青粉，俩就做得嘞。哎，做得嘞。俩粉色的嘛做得。做得。俩哈爱利用炸下来。是的。比较一下。哎，好。是的。你看。哎。来。好。嘿嘿。哦，哇。很幸运啊！你看，俺有酱啊，还有带鸭的啊，哈，青酱诶，那蛋糕还有够粉啊，哈，吹一下啦，出强嘞，出到亮，哎呦，金金的，哦，酱诶，有吗？你看果粉擦掉以后，哇，亮晶晶的，亮晶晶的啦，哈，亮晶晶，黑马个意思就是很矮会吃鸡嘞，好啊，试一下哦，缝诶。我等下看一下，凤色的肉，凤色，我你啊凤的啊吼，无清酸，好，你啊试一下你啊强色。你看你肉，同体 Q 用啊，黑凤色啊，哦，很清脆啊，清脆啊吼。其他各种的梨叶有个当特别的名诶，喊做玉梨，酸甜，清脆。唔看假月食到很过瘾呐。其他国讲呢，因为冬湿体虚，热也温度差清态，还有山坡嘅体型，排水性当好，当适合玉梨嘅成长。不过呢，喺摘牌过程当中，要经过几下摆嘅试验，才成功，实在冇按过哟。食定玉梨，假如留愛見吹，順定太甲海一路向東偏行，來到和平期嘅八仙山林場。基本要燒嘅古土主角呢，就空地一片山崖地坡喲。旅游的方式千變萬化，有人呢用生命作為籌碼，有些人用勇氣作為賭本，來一趟一生只有一次的極限旅程。俩吼，在日本時代，日本後生人來到兩位大片的心情啊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呢？從古到今，根本人而搶眼嘅主人我啦，熊哥喲，嘟呀，三哥，嘟，yes，呢位係對八仙山歷史人文很有研究嘅阿雄哥。另外一位係對八仙山嘅環境當了解嘅三哥，記得講，佢們要燒嘅古土係一條重量級嘅特殊古土。從古到今，小戴，我們今天這節目是要來找古道，冇錯，是我們今天要找的哈，這個古道不是一般般的古道，它是大古道，而且是經濟古道。哇，在日本時候就靠這些古道呢賺了大錢，賺了外匯哈。日本時候呢，從我們八仙山裡面，哇，那珍貴的木材、紅塊、扁柏呢，是從我們這個木馬道這樣溜下來。木馬道哦，木馬道是木馬古道啊，是名字講出來了，重點出來了，是木馬古道啊，這條路係往擺送木材機關車路，載木材。哇，兩下係柏油路、駱駝擺機關車路。係機關車路叫木材用載木材載全我擺。按這條細路嘛，這條細路往擺是木馬路。按細條，給人講嘅係木馬路。係木馬路。俺哋去看啦，來，落去啊！來，出發！哇塞！八仙山林場嘅木馬古土就會按基本嘅主角，木馬就會神奇運送樹頭嘅。上到當中石橋嘅拱體，通過木馬古土到啲危險嘅山崖邊呢，假如啊唔使行好呢。爸爸啦，爸爸，哇，好涼哦！哇，小戴哦，嘿，中講哦，來啦，你阿妹哈，你阿妹是將白往擺，這溜你嗰片係樹呐，幾多係樹，溜浪我溜到了。啊兩個吼，兩上就木馬土嘅，啊這片就溜嘅樹，啊兩個捲吧。
酱饭的地方较快。哦，肉条摆了囤起迄木材。嘿，其实流浪落去木材不用了，比如讲下北个木马路，就贴上木马就不来落去。哦，廖大飞这一个转接的地方的意思啦，吼，廖大飞个木材下来，走个木马道，廖飞还行个流浪下来，然后这廖飞集结，以后呢，就送给俺呢带下个下杯机关茶路，阿勇讲就清清楚啦，地嘞啦，吼，地嘞啊，小大的过来，人家地嘞，人家上啊，后天都木马路嘞。哇，眼看啦吼，你啊跳前啦吼，黑木马路，但是冇路啦，看唔到路啊，有路啦，但是唔单係拍開咯，拍開來啊，off road 啦，你下就會越野咧啦，哦，來啲啊，阿冇來啊，刺激呢 ，Let's go， 哦，這三個世界會有個互相呼應呢 ，Let's go， 哦。呼啊呼呼！哇，叻，真下嚟。哦，也係從古到到今，根本嘅鐵叻頭誒，還有啊，叻，天衣叻。我縫色這做得，哇，叻，真縫，這條有看到啦哈。呢個眼看嘢啊，紮頭誒，係只蛋糕盔是誒，係暗用冇？七行啊，多嘞！到了，这是我们这个大古道真正到，按架啊！呀，这么快啊！呀！我这里刚好有一本书哦，我还给各位看一下那个之前的木马道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真正的木马道。我们这个山上这样是挖下来的，然后呢会做一个像雪橇的那个底下的那个枕木的意思啊，它枕木是底下的，它会大概2公尺哦宽去放一个，所以就从上面呢会这样慢慢把它滑下来。那滑下来的时候呢，如果像这种斜度哦，那个在前面是很危险的，很快，那个哇挡不住啊，太陡了。你看，所以我们之前的我们先民哦，在这个荒漠的时候，他绑那个他肩上哦会有一个绷带，好，那他背的时候呢，他这样背的时候呢，像断奶在那边有没有？他背的方向一定要在这个方向。等一下，我知道怎么比这样子了。比如说我是木头好了，然后这个是枕木，我是在这上面嘛，对不对？那你那个扛木头的人会在哪里？扛木头一个前一个后，一前一后。前面拉一條前一條後背，你一條前，你後背按後面拉，就按拉是唔得嗰條片，嗰條片，要帶這邊看嘛，哦，看嘛，反正修游泳圈呢，只帶標配你都調整。亞迪嘞，那這個安全的問題嘞啦，安全問題，你看。我們這個騙工是在那邊的啦，哈，會放到那邊，按有放下去，按放的帶你的落台，這樣，按你這邊跳下去，你就衝下去嘞啦，就一起下去了，對，你看多陡哈。頭擺多數的工人講，從山嘅老虎不識人，山大巷嘅木馬未不識人，就係一個意思危險。八仙山嘅多數嘅業務結束過後，木馬出走嘅。枕木沒搬走嘅，大家也就冇再行一條路，悄悄嘅就變做一下荒僻嘅景象。三哥，會毀呢？那山底會青到嘅蚊子啊？蚊啊，係啊，蚊啊，長我估計差唔多時間青到啦，係啊，你搭尾停下來做乜嘅？你那看高爾，你搭去太急溪，那看你睇你太急溪船咯。他們條線嚟嘛，你木馬道時是沿着太急溪去過啊！真勁有樣誒吼！你看你條線就係木馬道啊，你行到那邊冇路誒，你片下溪片講下溪，係太架溪。太架溪係，往擺兩哦，往擺人就抽倒數嘅時節，你搭咪是個東鬧熱啦，規山頭安尼，稀稀花花，喊安尼，東鬧熱，這東西往擺當發電人。哦，你下就清安靜咧吼。係啊，你班電通不太行。
痛苦的行啊！有山猪，有姜，有乜嘢都有。頭擺規個八仙山嘅倒數嘅面積，大約有11000人公頃。1915年倒數嘅初期，全部靠人工來木馬嘅來運輸頭嘅。裡面因為倒數嘅數量強大嘅，故所喺1919年興建嘅連接嘅鐵路，含有高空嘅鐵索嘅，來增加運量。木馬古道因為已經荒廢幾十年，假如行到呢一片，已經冇辦法再繼續向前行了。為咗補償大家失望嘅心情呢，三哥帶我哋來到佢2個鐘嘅桃園園，一下呢都係書生嘅季節，韓國嘅一家人愛食幾多就有幾多哦。哦，來到了，你從書嘅啊？你是頭，你是葉頭。葉頭啊？通街嘛，風街睇了解啊。係，蛋糕要睇了。風啊要摘得咧。摘得咧哈！哇，叻，摘下來。誒，哦，又係從古到到今，根本嘅睇了頭誒，還有啊。你聽你咧，我鳳色就做得，哇，你真鳳，姜條有看到啦哈。哦，好，摘下來，你做得啊。來。前2個種嘅品種喊做二葉桃，看起名嘅就底下係二葉菜樹嘅桃嘅。不過今年因為年初啊，落嘅一場大雪，桃嘅延到5月才做得菜樹。2個種嘅桃嘅樹葉呢，慢慢嘅30年才變下桃嘅地步，嘿嘿，差本家園傳到了。呢個眼看嘢吼，摘桃嘅係只蛋糕葵是誒。係按用嘛？錯啊，摘落來啊，摘光落啊，下擺等下蟲沒有？掉唔到啊。哦，按用就唔是把暗蟲送起嚟啦，哦。啊，上尾你啊空空啊，上尾先摘。哦，真緊誒吼，從古到都緊嘅緊，有冇？緊，嘿嘿。好啦，你啊，喺衝嘅時候按放唔上。放唔上啊？來嘛快來啊！你啊，真經會累到了尾啊吼，然後你天數要要低了再給。各種奧妙這條味，吼，還有你看，有細粒就種得着咧，吼，種細咧，種細咩？種細粒，來看咧。哇，哦，按到強勢啊！你聽啊，都按針白。你種得着啦，吼。啊，種咧你睇幾樣嚟吼？種得粒，10片，留1、2、3。哦。安尼攞去咩地方人？留人愛用啊！從古到到今嘅觀眾朋友。蔬果樣板書呢，只係嗌你2個搞嗌嘅啊！你看，一支啊，吼，樹枝蛋糕有冇？1、2、3，是留了3粒到咧。留了3粒細細，啊，中間有空間補起嚟。錯，睇落去就驚會黏見。冇錯，啊，那冇蔬果時候，研究到咧。減緊要細粒，賣相就冇好，賣相就冇好咧吼。你看那真緊啊吼，嘿，這個種桃嘅個小秘訣啊吼。你看觀眾朋友，你冇看藝人嘅節目啊吼，真緊就唔會提了這小秘密啊吼。錯啦。哦，很厲害呢。你個講啊，愛食就即刻摘哦，唔適合睇。呢邊開闢1200個公尺，最適合桃嘅成長，香味清涼。又脆又甜，爭10分鐘聽聽，大家摘到幾桶嘅，實在係太豐富呢。食材限度好，到呢一個時間呢，阿雄哥為我哋帶來一個好消息。第八仙山附近嘅柏蘭地區，有一位是啲山上倒數嘅土生法相正嘅阿公，退休10多年呢，差本阿雄哥請到了。觀眾朋友，你下真叫佢請珍惜啊！你下挨搭 V 嘅只係個白人吼，白人你下搭 V 嘅，你下呢挨人只個阿公嘅屋卡嘅3樓嘅屋頂，你看出去，哇！一紮山條很長啊吼！啊你老條擺嘅時節阿公，有去個八仙林場做西歌嘛？有啊！哇！喺做西時節會請辛苦嘛？唔會啦，其實係咩相關啊？倒數，觀眾朋友，我同你講哦，倒數嘅唔係按簡單嘅事情啊，吼阿公，係嘛？真複雜啊，真複雜，很都我哋啲年齡咯，咱個腔啊，實在講全冇出嚟，全冇出嚟哦。你下就問一下阿公，你下幾多歲咧？ 84歲啦。哎呦，觀眾朋友，84歲哦，
这个八仙林场有做些个的哦，真经要请珍惜啊。头摆了一支山吼，到那边有几多甲梯。哦，哼，给林木局啊，其实有个按照林板梯，林板梯，一板一板啊，梯去林板，梯去林板，安尼分得出来了。哦，比论一下，就是两只三条，俺哋俩第一只捆到的三条，两只这一算一板那种意思，系嘛？唔免讲穿到了三条一板吼，佢有个叫做公顷，公顷啊，公顷那算起哦，啊算到一林板安尼。哦，就是有个数据化，按有意思，哦，有个丈量过诶。啊，个薯条啊吼，有上个时节，记个薯条啊吼，就吉台做个比一下，本来看一下嘛。前台差不多，吉台，之前差不多5米。啊？5米。5米啊，冇办法比呢。做头秀做得好，3万元啦。哎，多一只薯要3张嘅。3张唔要多啲啦。吼。啊，寄過嚟吼，拿走哦，賣出去按用要3個。唔要賣出去。哦，做好按用哦，還要個切過的意思啦。3張煙呢，個時節輕重呢。古時候啊吼，個倒書的啊吼，工具係你自家的嘛。嘛係自家的。自家買的。哦，自家買的哦。哇，那工具嘛做得講親寶貝哦，因為係自家買的啦。哦，啊那還看得到嘛？你還有留的。真緊啊！將來看一下好好了，那個拍手一下，哇！哎，王老師要麻煩你了喲。哦，你看這是阿公那時候用的那個工具。對啊，阿公你真經係你用過哎。這個日本話叫抬西頭、雞絲頭哈，抬頭對。抬頭這麼大，哇，很重哦！觀眾朋友，如果你有機會拿來看，你有的時候力量不夠，你還會拿不動。哎，對啊，這邊就你講到拿不動的，我就一定要來試一下。是。阿公，等下做啲將來拿一下嘛，係按用拿哦。哎呦，你條擺就係按用拿，兩手啊，還一手。兩手我按嚟頭。哦，按用，哦，標準那隻按用。喂，是。哎，等一下，破一下坤。親油加絲呢，哈！你看阿公嘅塑料味還有個雞肉，肉條擺嘅雞肉，你看呀，真緊清重啊！你看，我按用拿起來，哇塞，你看到嗎？小袋，這個還算是小，還有更重的。有樣啊冇樣啊，竟然還有較重嘅哦！亦係阿公扛嘅40年嘅保庇哦，一下呢做得講已經簽唔到嘅。兩支係乜嘢東西？哦，這個是我們的。那個駱駝鋸，駱駝鋸哦，那個就樹要倒下來的時候是要靠這一種鋸斷了的，讓它駱駝鋸子，駱駝鋸，是，哇塞，哎，還有刀鞘，哎呦，大規了，哎呦，這種花木的那個工具哦，那每一個花木工他不借別人的，他們都視為是寶貝。等下，來求證一下，是阿公，你給駱駝擺的工具，你給用的時間，你會加片銀嗎？唔會啦，總係自家用啊。同自己家用哦。是。啊，你機嘅嘅黑花用慢講啊？黑花5氣橋。5氣橋啊，係用慢講啊。啊啲啊，係5氣啊。哦，1、2、3、4、5，啊，一橋啊。哦，對。為什麼要這樣子呢？因為我們在樹木裡面要橫剖的時候呢，你沒有這個空隙的話，你鋸的時候會被木屑把它夾住在這邊，就拉不動了。所以它第一個鋸、第二個鋸、第三個鋸，到第4、5個鋸的那些木屑會積在這邊。然後等你一拉出來的時候呢，那木屑就掉下去了，所以就不會被樹木呢所夾住。它就可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往上鋸。是，這個是專門花木用。阿公講呢，頭擺多數嘅工人都會自家花錢買工具，以及大機嘅當貴，差唔多要花1整日嘅日結才買得到。再加上係個免費嘅，就冇辦法上山多數嘅賺錢。故所大家呢都當眼，絕對唔會假騙人嘅。阿公，你下吼，我連工具看到暗度啊，我們去到清神氣啊，我你下要去八仙山林場，你想要同我去嘛？你抽查去看一下就可以了，聊一下嘛。要檔口遊戲啊，砍伐殆盡啊，各位啊，大家砍伐殆盡，你還冇咧呢？哇，總之本日本人倒退咧，係嘛？
哦，这画面真厉害呢！哇，有皮到香米的，山木的香米的，哇，真香诶！俩下吼，我连工具看到暗斗啊，我们去到清神期啊，我俩下要去八仙山林场，你想要同我去吗？你抽查去看一下就会了，聊一下嘛，好吗？因为好了，好啊，好了，成功了，来去啊，跟我去，啊，阿公来那边哈。大家唔知，阿公呢因为年纪有诶，体力较差，是有分体嘅记录。喺录影嘅时间呢，屋企人就伫顺丰皮电机，想要主动阿公，想要天天家园上山。我看得出阿公倾向去老地方看一下，屋企人就勉强答應，因為這片啊有阿公後生嘅時節，充滿故事嘅回憶哦。哈，你清酒冇來了咯？叫加今年的，加今年冇來啦吼。哦，了比清醬，加到尾係最愛嘅八仙山嘅森林公園咯，對啊。台北安樂假步台，假步台哦。呢度公園前嘅吧，入邊帶。哦，嘅上到林武區嘅吼，上到林場嘅廁所也帶了。嗰山條即係八仙山。係啦，就是那八仙山。台北那邊拿上去啊，用流龍上去啊。哇，上去流龍上去嘅。流龍上去，上去有個機關茶路。哦。還有機關茶路行，行了吼，該收有拿鐵嚟喂，哦，有個流浪上去啊，哦，上去行機關茶路有個行，有個有機關茶，按多層呢？3層咯，哦，嗰種係按用嘛，即係2層嗰個樹啊吼，倒鐵咧，以後就個去第2層按用，一層一層按用上去嘅倒數嘅按用，然後做個流浪上去過去哪邊啊？即係個山地度係冇？山度嘅嗰種新山，哦，新山它嗰邊是全部一道公寮啦，因為有本人帶啦。哦，哇，嗰邊係有本人帶嘅哦。哦，嗰種你看2搭位啊，吼，我去到個新山，還有八仙山嗰邊，我做流浪啊。流浪啊！流浪，比如講你山啊，你是按，你流浪按去吼，要要過唔得啦，過唔得，你要要去蹲啊，要去蹲哈，蹲啊！你流浪上去，確上係幾不過去啲咩？哦，啊，流浪會按有行過去哦，哦，就進入坐那個貓空纜車啦，很有意思誒，我冇該幹過啊，對不對？對，這個還是做個休眠嚟的。坐到樹蛋糕啊！啊，停咧樹按用上去啊！哎呦，啊有嘅，進入嘅車廂按用冇你冇？咩？嗰是按啊，佢有時間，有時間先咧，經驗後有叫表演咧。哦，有算表演啊！係啦，喺人哋都來啊嗬。要上去練習，要上去坐緊上去。哦，我算是個時間到咧啊，可以趕個流浪啊，有意思啊，吼，還有啊，你看到那山啊，吼，暗溝啊，還有外人啊，墓地係多樹誒，啊，個按多層啊，吼，哪一層係乜嘅樹年啲嘛？對啦，哎呦，八仙山林場係由八仙山、同馬丹山到仙山兩條大大細細嘅山崖所組成嘅。喺日本時代到阿里山林場、太平山林場並列作台灣3大重要嘅林場，就係因為滿山都係珍貴嘅樹種，像係一級樹嘅台灣紅檜、扁柏，大約生長啲海拔1500公尺到2300公尺。另外，還有生長啲2300公尺以上嘅二級樹嘅台灣藍杉、台灣鐵杉，呢2種就係台灣海拔最高嘅樹種。阿公，你老頭擺還有多乜嘅配樹嘛？
以后算到鬼片豆是小鬼片豆，无像按豆啦吼，然后由洗做之后咧就豆的按哟。哦，哎，鸦片呢林相啊吼，还有一个山林啊吼，可能哦。老师嘛有一些补充的嘛？我是说我们台湾的红块哦，跟扁柏是世界上是最好的，品质最好，也是特有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红块跟扁柏在台湾消失的话，世界上再找不到台湾红块跟台湾扁柏了。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呢？你看我们这一带哈，到中午的时候就会云雾缭绕。所以在我们1500到2800这个海拔里面叫云雾带。云雾带，云雾带。嘿，那云雾带里面呢，我们红块跟台湾的扁柏是最喜欢的。我们翻开我们世界上的那所有的地理位置，哪里有一块像中午的时候会起云雾？没有。所以我们台湾的红块扁柏刚好得天独厚，在我们台湾这一块长得最好，品质最好。亚比嘛有印证了，你看，苏丹国嘛有下，你看台湾块木的分布图啊。台湾有青岛的林场，同地然后台湾然后个块木林场啊哈有7只，阿公肉条摆周西林场这8线山的林场，好，这2位蛮有下，你看，呀档口有下，砍伐殆尽啊，各位，大家砍伐殆尽，了冇了呢，哇，同地本日本人倒退了，系嘛？我现在说一下哈，就是我们红块跟扁柏哈，它要一个证明了哈。红块呢，它叫美丽体，然后呢 ，Hinoki 呢是台湾扁柏，大家都说Hinoki 是红块，no， 它是把我们的台湾扁柏跟我们的红块简称叫块木，块木是 OK 的，但是你说 Hinoki 哈跟美丽它是有固定指定很明确的，那个名字。我们现在要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要来证明了，对不对？是，来把他们名字点出来 ，Hinoki 跟 Meliki， 来，熊哥请。Hinoki 就是我们台湾的扁柏，那 Meliki 呢就是我们的红块，啦，好，是我们的红块，两种呢可以并称叫块木，它属于我们块木类的，好，块木类。那日本拿的呢，那个神木呢，他们那个神社里面的是那个鸟居都是用 Hinoki， 也就是台湾扁柏，明治神宫那个有个牌位，它就写对。Hinoki， 它不是写美丽体，美丽是红块啦。红块，对，哇，这样观众朋友应该就清楚的了解到了啦，对不对？是。八仙山林场嘅倒数嘅事业，对1914年开始，到1963年结束，倒数嘅业务拄好50年。早期闹热嘅倒数嘅林场，喺1986年已經轉型做森林遊樂區。喺倒數嘅全盛時期，林場地背有2000人嘅員工到家屬，因為山區交通挺唔方便，故所呢片呢有設小學到員工嘅宿舍，甚至還有休閒娛樂嘅表演廳哦。阿公講啊，員工呢片生活大方都清澈，就像一個當鬧熱嘅西山上一樣。阿公帶領我哋演講故事，秋呢個時間呢，家園發現到一袋嘅薯條嘅。阿公啊，目珠當當，竟然講要示範本我哋看咯。阿公真帶勁啊，一下子來咧，一來就會記嘅，係嘛？哇，冇咧浪費時間咧，阿公。看到就受不了。有講有阿公嘅笑臉嘛？其實吞，按吞啊記唔落啊。本來試下好啊。幾都冇吞咧。唔會啊，哎呦，不用下意啊，用那邊來係嘛？用來嘅。哇塞！没有，先往后面推，往前面推，往前面推。啊，要平一点，对，要平一点，往前面推。哇，这锯子不好使哎。往前面推，很大。感觉真敏啊，那薯条金刚啊。磨农，家先嘅磨农，这拖呢。家園啊，要識翻忙咯。阿公啲順康行如果唔係件小紅呢，而家阿公啊，要傳授良鋪嘅秘訣，我認真學過。這畫面真厲害呢！哇！有皮到有米誒，山木誒有米誒。等下。哇，真香誒！
俩吼俩太婆机的，我做嘛干呢？做点老鸭树啊吼，哎用破开落，轻直直的哎呦，你看，有冇？有，很直很直。你看老鸭的个树的个纤维啊吼，平平水平平行的哎呦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俩是给我窥视了哦。老师，你帮忙扶好。青椒的吼，青椒就4都底杯嘞。阿公，那是俺天数嘛？不是啊，俩迄阿公的个时光机时间呐。啊，你看，40年前其实阿公这些按用机，按用多数诶。帮俺啊！这样帮俺呀，哈。哦，俩换手啦，哈。阿公，帮俺啊。木刺球啊，哈，这边看到俩球，你看俩木屑，来一下就被按钮救出来。还有啊，你看，给机的青睐，很利，心力啦，哦，心力，不错。哎呦，机的时间要被夹。哎呀，哇，呀，多数的真嘅冇简单呢。哎呀，加油啦！我看你吼去顺丰了量一下，分配人来啦。你看阿雄哥吼3两下，马上就撞破机口，规机的薯条啊，要击团的呢。最后了，哇，有嘞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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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鼓诶。嘿，啊，种你也含唔拍，你安那贵族数。哦，你还贵族。嘿。当初切的下。有伤诶，这段做的是。嘿，搿是实在，你是很软，唔是咸。哇，真甜呢，唔理去重哦，真重诶。哎，你小大人，你经常喊我。哎。哇，有嘞，咔嚓 ，OK。哎呦，不用请讲，你看。今晡日有按难得嘅机会，陪大家体验一下，真底下讲读书嘅真嘅冇按改哦。就因為係青松嘅舌頭，阿公講，喺民國40年左右，讀書嘅工人嘅月給係一般工人嘅2-3倍。嘅時節，有錢到土著苗嘅黑人就來到八仙山來做讀書嘅工人。阿公呢，就係嘅時節來到呢片，啲人呢身家樂富嘅。雖然講日下嘅八仙山林場已經停止讀書嘅工作，不過將阿公安養嘅人見證輝煌嘅年代。還有歷史嘅變化，未為台灣山拿嘅歷史留下記錄。離開八仙山過後，我哋要本阿公帶張教務卡來歇看一下。三哥要帶領家園來到教務卡嘅竹園呢，也咪係靠山食山嘅客家人當重要嘅建築來源哦。到了啊！寒假哦。哪看啊？哇！也都種啊足順啊。嘿。哎呦，这里啊冇路嘞呢，对啊，用盐啊，路啊车行过。好，这家行出来啊吼，哎，大家停停行哦。唔講真係機啊你吼。哇！你機到喐係長嘅。很長哦。等下我騎啊，我騎到咧順條，唔該，我吼170公分啊，唔該咧有幾個咧，差不多攞我平高呢，唔該，這大下喲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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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鼓誒。嘿，啊，種你也含唔拍，你按到貴族數。哦，你係貴族。嘿。誒，三哥，你看那按鼓誒，你下做得拗嘛？你實在，因為啊，你貴族數哦，你一邊上鼓，一鼓，係一鼓安尼，啱啱冇踢鼓，唔踢鼓唔講個下巴冇係，都順在，啊你要做下實在。啊，等下，本來看下，你看你帶下，你看你殼啊，你殼按用大傀儡，底部係煮誒，嘿，底部係煮。要這樣子按用，你冇辦法吃啊。係你得冇辦法吃，所以講拗落來，吃兩隻。吃兩隻，哦，真的哦。你按嚟拗落來。
捏都是嫩，啊卤完都熬唔起来呀。哦，对啊，这样呀。哦，古说爱人会吃个贵竹笋，这些是料碱，料碱意思。嫩的就这样。哎，当初切一下。有伤哎，你听，来收一下声音。有疼痛吗？切，这段做的是。嘿，搿是实在，这是很嫩。那其实啦，好实在啦，唔是咸。哇，真甜呢。系啊。有一种，真像是甘蔗甜甜的味道，系嘛？头前又说甜甜的。系啊。系啊。而贵太平嘅貴族呐，係三國嘅亞太傳下來嘅，因為三國貴家四代人呢。三國講，二人嘅4、5日，貴家嘅4日吧，就可以嘅了。裝，你看，唔啲啲蟲哦，真蟲咧，啊蠻蟲，還有一支，哎呀，好，還有嘛？還有啊，大哥，哎，都係真蟲咧。哎，小大人其實很餓喎。哎，用慢講。你啊，我都唔講，哎，你竹筍啊，等下拿嚟。竹筍哈，竹筍要嘛，熬好啊是只，那是殼薄片。用啥？唔好白見叫你眼衝。哎呦，這黑啦，你看眼底咧，要搓頭腦啊，怎麼那麼笨？仲有啲豆。用下嚟，倒出來，要輕量化的意思啦，哈。拿來凱尊迄個時間，同你會爆到暗用啦，哈，不嗆落，因為強。哦，這米爆，有沒有？有冇？哎呦，跳得嘞，然後拗一下，爆出來，盡量木。哦，三國講貴竹筍剝殼係有技巧嘅，要對竹筍嘅尖嘅地方開始，切剪幾下，就做得剝到清強利。莫看呢個動作呢，亦係老頭拜人嘅智慧呢。你慢下剝好，按照不用太面粉，唔好裝到泥。有啲竹筍哈，叫你唔好洗到佢唔好甜。還是不用個地方都叫你都是來濕。哦，這隻累啦，這隻濕。三國喺30年前對家爸嘅樹頭巷接下一片貴族園，為咗延續家族嘅事業，三國未帶定屋企人搶下嚟做貴族筍嘅加工。熬轉來嘅貴族筍呢，要先煮過，才會按色，過後才做得拿去市場賣。纖維較粗、較硬嘅部分呢，就做得加工變做筍乾。唔但將做得長期保存，拿來煲豬腳，也係加福菜芎下煲，又變做另外一種風味。呵呵，客家鮮面實在很精哦！第三項這位閨女咧，家園啊係又熱又巧喲。三國建議佢呢，去食嘅露天戰鬥灶，地點就喺阿公屋下附近，前有名嘅八仙山潛水，水質清麗又清涼。當到附近嘅人呢，都會來一瓶載水轉去屋企用哦。唔過家園啊，洗身就洗身，咁要需要變古變怪下。洗身過後，規身呢香噴噴的，家園又要轉去請阿公了。聽講阿公呢有好東西要招待喲。阿公幾副卡吼，當個媽有糖號呢，看會不會？棕樹糖啊，棕樹糖哈。我新木落來的。哦，你係你漏同源新木，哎，這麼好，還是搬那個料皮袋啊？哇，你這桃園新木搬過來料皮袋誒，啊，料皮袋幾久啦，阿公？料皮袋50年了。哦，50年呢，吼。佢說兩條路啊，吼，係愛人嘅橫貫公路。哦，啊，橫貫公路路條擺一定唔係嘅柏油路係嘛？唔係，你就下條路。冇去睇條添啦，冇去睇條，有去睇條啊！嘅時間，佢叫看尾數啦，嗬。誒，按普通是財車行嘅啦，啊，上山嗬，我看尾數。行喺上山嘅時間，是養油嘅，養合法嘅路啊。哎呦，眼喺橋上認真嘅冇看過嘅時間係用蠻用嘅哦，真神奇。啊，你老夫啊，你還是待在那邊。有啦，時光夾定哦。我樓下是冇面床。哦。改變樓下有面床，養細個改變大啊。阿勇嘅意思就係有新嘅富做得大咧啊。係啦。我有行好哦，人哋做得行過去看一下嘛。好啦。好吧。阿公屋頭前嘅一條路呢，就係中橫，
也就係東西橫貫公路。因為鐵路嘅關係，18年前呢有管制，一下但將菜地嘅居民將做得通行哦。哇，阿公，行一下就到你的新的婦哎，好嘛？係啦，行家就到了哦。阿婆呢？阿婆在那邊，阿婆你好。哦，阿公你先抽，行按燕了哈。慢慢行。坐一下，撩一下。哎，阿婆。哦，你坐在那邊，準備乜嘢東西？乜嘢？牡蠣哦。哎呦，阿婆。做得總本來看一下嘛。哦。喂，行家哦，按大塊嚟之後了。係啊。唔是滷啊。滷好了。啊，外觀嘅滷嘅水啊，吼有紅紅嘅，迄有標乜嘢東西啊？嗰度南姜。南姜哦。南姜會紅紅嘅哦。哦，阿婆你下種好了，拿一份起來啊。哦，批下。哦，有個滷粒的味道呢，吼，有個酸酸的，我先試一下，好嘛？阿公有好吃嘛？兩晚喊還好咧，條擺較好嘅嘛，條擺好嘅係嘛個，好嘅係阿婆做嘅，啊，喂，一啲嘢新鮮呢，茶米醬炸嘅，炸醬啊，係是滷呀，哦，然後呢，將泡，將麥皮，將泡水。哎呦，麥皮係嘛個？麥皮啦。哦。抹下去啊，啊，本件逼佢落，係個意思。哦，那會煙梅啊。哦，我一嚟啊，吼，還有個醃製嘅水啊，吼，真係輕重要愛配合啊，吼。真像阿公還有阿婆誒，年60歲是幾久了？50年了。50年了啊。結婚58年了。哇，叫啊58年了哦。咱路條擺啊，你看阿公啊，吼，去個八仙林場哦，天數讀書誒，啊你有去嘛？有啊，我去煮飯啊。啊，你去煮飯啊？煮飯我供應先啦。哦，啊很好呢。去煮飯啊，本供應先，要煮青島嘛？煮1-2世界哦。1-2世界係青。弄小炒用個太婆。太婆啊，哦，大鍋子還用煮誒嘛？哦，阿婆啊，個時間啊，吼，你媽老。阿公鄉下送去嘅八仙林場係啊，哦，迄時陣已經結婚咧，哦，故說鄉下送去啊，阿公就抽個太潮，還有個牛肉啊用送去，啊，伊就是個做飯。哦，你有抽過啊？有啊。哎呦，要鹹哦。抽個牛肉，抽炒麵嚟喲。抽炒麵哦。素面是香的啦。啊，就是素面是淡薄哎呦，哇，啊你連兩啥有鄉下抽過啊？有啊。有鄉下抽過哦。哎，迄時陣啊，你拄個阿婆去湊的，你乜解感覺？也是有浪漫。也係浪漫，也講得啦，佢哋叫二存錢啦。哦，啊有存錢，嘛有浪漫。好啊，好，你下愛人呢，重溫50年前的一個浪漫，然後愛人的樹愛用牽起來，好嗎？好，做得。好了，來啦，我們親一下阿婆啦，哈！來，最美好的 ending 啦，觀眾朋友，幾個？哦，好棒！也只係從古到到今啦。看到阿公老阿婆親愛嘅表情，實在很得印象。今日的節目就喺兩位老人家浪漫嘅愛情故事當中可以結束了。透過三哥老阿雄哥。我哋尋到放得千久嘅木馬古土，透過阿公講故事，本人了解到當年先民喺一片山崖地帶辛苦打拼嘅歷史。其實呢，古土從來冇消失過，淨係漸漸嘅本人唔記得。從古到到今，將繼續老吳講青島古土當中嘅傳奇，青島感動人嘅故事。